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讀樂樂。今日我哋要睇嘅書叫做《跟錢做朋友》，向日本股神學習，影響一生嘅致富觀。作者係村上世章。呢本書可以幫大家重新審視同錢嘅關係嘅。作者村上世章佢係一位投資家，從細咧就對錢充滿興趣嘅。佢工作咧就係幫一啲有理想但係缺乏資金嘅個人同埋企業實現佢哋嘅夢想。呢本書咧就係佢根據多年嚟喺學校開設理財課程嘅，俾學生嘅內容整理出嚟嘅，目的係希望所有人，特別係年輕一輩，可以提早學習正確嘅金錢觀念。書中分為多個章節，例如從金錢嘅本質、金錢同社會嘅關係，到點樣賺錢、儲錢同埋運用錢，甚至係點樣透過金錢去貢獻社會啦。內容好全面，內容好本書嘅定位係適合對理財有興趣，但係又唔知點樣開始嘅朋友。好啦，我哋進入今日嘅核心內容。我哋咧會集中講3個重點。第一，金錢只係工具，冇分善惡。第二，錢係社會嘅血液，要流動先至健康嘅。你到第三，儲錢嘅重要性以及運用期待值去增值財富，係首先呢，第一個重點，金錢只係一種工具，無分善惡。呢度呢，佢提到喺學校教書嘅時候呢，有學生問佢點解有錢會引起紛爭同做壞事，但係如果冇錢嘅世界會唔會好啲呢？作者就解釋話，錢嘅出現係為咗方便以物易物，例如以前你用野豬肉換人哋嘅魚。但係如果人哋唔要野豬肉，只係想要豆呢，咁就好難做交易嘅。金錢就係喺呢種情況下誕生嘅。古時候可能用貝殼嚟做貨幣，而家就係紙幣同電子貨幣，即係所以錢冇好壞之分啦。咁就係用錢嘅人同埋用錢嘅方式先至有問題。例如我哋經常聽到有人講錢係萬惡之源啊，或者錢財乃身外物啦。但係實際上嘅生活樣樣都離唔開錢，好似你喺街市買餸，菜檔老闆同魚販都係靠錢嚟做交易。如果大家唔相信錢呢個工具，咁所有商業活動都搞唔掂啦。我記得以前有個朋友，佢成日覺得有錢人就好事啊，成日講金錢令人變得貪婪啊，但係佢又日日趕頭趕命去返工，為嘅就係份糧。呢個矛盾就說明咗佢其實並唔係討厭錢，而係對錢呢樣嘢有個好負面嘅觀感。佢話如果中咗6合彩，都唔知點樣處理筆錢好喎，成日擔心錢會帶嚟麻煩啦。呢個就係佢冇將錢視為工具，反而覺得錢好似一個負擔啊。所以當我哋將錢視為中立嘅工具，好似錘仔咁，你可以用錘仔做嘢起屋，亦都可以傷人嘅。咁樣我哋先可以更理性咁去學習點樣運用錢。第二個重點係錢係社會嘅血液，要流動先至健康。作者將金錢比喻成人體嘅血液，如果血液循環唔好呢，人體就會出問題。同樣地，如果金錢流動停滯，嗰個社會經濟咧就會唔健康咯。係佢提到日本嘅家庭同企業都有過度儲蓄嘅問題，好多錢都淨係擺喺銀行，冇好好咁流通同運用咯。
結果咧令到國家缺乏資金去營運即係所以作者主張賺錢、儲錢、運用增值，然之後再將增值咗嘅錢繼續運用，讓金錢流動起嚟。即係喺香港，好多人都會覺得儲錢就係王道啊！將個辛苦賺嘅錢放晒喺活期存款裏邊，雖然有最低限度嘅存款係好重要嘅，但係如果過度儲蓄，就係作者所講嘅過度儲蓄，即係冇目的咁將錢收埋嘅。好似我阿婆咁啊，佢成日叫我哋要有啲錢傍身嘅，最好係現金擺喺床下底或者保險箱，因為佢覺得銀行隨時會執笠，或者係有金融風暴啦。呢種心態雖然出於好意，但係金錢就只係靜止喺度，冇辦法為佢產生任何價值。我哋成日講錢搵錢咧，即係而家咧就係要做到錢嘅流動，點樣將錢投入市場，係股票定係債券啊，或者係投資自己嘅生意啊？呢個就係讓金錢流動嘅方式。所以唔好淨係諗住儲錢啦，要諗下點樣將筆錢投入有價值嘅地方，讓佢運轉起嚟，咁樣我哋嘅財富先至會不斷增加。第三個重點，作者強調要儲錢蛋，同埋運用期待值去增值財富。佢話零永遠都係零，但係如果開始儲錢，錢就會變成錢蛋咯。喺人生嘅關鍵時刻發揮作用。佢建議將賺到嘅錢呢，7成愛嚟做生活費，1成愛嚟娛樂啊，2成儲起嚟。呢2成錢就係錢蛋。而點樣令錢生錢呢？作者提出期待值嘅概念。期待值即係賺錢嘅機會率啦。佢用股票舉例。買100蚊嘅股票，將來升到300蚊嘅機會有幾多？跌到50蚊嘅機會有幾多咯？我哋要用自己嘅方式去思考，計算出期待值啦。高期待值嘅投資，就算贏嘅機率唔高，但係一旦成功，回報就會好豐厚啦。嗱，嗰度。呢個錢蛋嘅概念呢，我覺得好實際。好多香港年輕人揾到錢就即刻花晒嘅，冇諗過要為未來儲起一份本金喎。好似我以前大學畢業嗰陣，每個月一出糧就同朋友去食飯、唱 K、買新衫、買手袋，覺得享受生活最緊要咯，根本冇存到任何1蚊。結果到想買樓或者想投資做生意嘅時候，先發現自己冇本金，一係就要問屋企人借，或者係借錢俾人追數。呢個就係冇好好咁儲錢蛋嘅後果。佢提到2成薪金作為錢蛋，即係你如果月薪2萬蚊，最少要儲4000蚊。睇落好似唔多，但係長年累月儲落嚟，就係你將來投資嘅基石。作者嘅期待值概念亦都好啟發我。我以前投資股票只係睇股評人講乜買乜，或者追熱門股，結果成日損手爛腳。就係因為我冇真正去計算期待值，冇去思考潛在嘅回報同風險。而家我會花時間去研究公司嘅基本面，自己去計下佢未來盈利嘅可能性。就算淨係一個簡單嘅 formula，都大大提高咗我投資嘅成功率。呢個係我哋所有人都可以應用嘅方法。學會用數字去理解事物，培養計算期待值嘅習慣。從呢本書我哋睇到嘅最大優點呢，就係佢叫你係從根源培養你對金錢嘅正確態度。喺香港，
我哋好多時只係追逐金錢嘅數字，而忽略咗金錢背後嘅意義同埋佢點樣去影響我哋嘅人生同埋社會。我以前都係一個對金錢好焦慮嘅人啦，成日擔心唔夠錢用，或者驚自己唔夠人哋有錢。讀完呢本書之後，我學識咗點樣將錢視為工具，一個可以幫助我實現夢想，甚至係貢獻社會嘅工具。呢個思維嘅轉變啦，令我更有動力去學習理財。係講咗咁多，我哋可以點樣將呢啲概念應用喺生活呢？首先我建議大家可以試下儲錢蛋，即係每個月將收入嘅2成儲起嚟，愛嚟做你未來投資嘅本金。其次，你可以試下玩作者推薦嘅猜餐費遊戲，或者其他棋牌遊戲，培養自己對數字嘅敏銳度同戰略思考能力。最後要記住作者嘅理念，金錢要流動啦，我哋要賺錢、儲錢、運用增值，然後再將增值咗嘅錢繼續運用啊。所以千祈唔好俾錢靜止喺你嘅銀行戶口裏邊，快啲揾啲合適嘅投資渠道，俾佢流動起嚟啊！我真心推薦大家去睇下呢本書。我哋唔需要成為投資專家，但係每個人都應該學識點樣同錢做朋友咯。好啦，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唔知大家對金錢嘅看法有冇一啲新嘅啟發呢？你哋會唔會開始儲你嘅錢蛋啊？或者試下計算期待值呢？歡迎大家留言俾我哋分享你哋嘅諗法。如果你哋喜歡呢集節目嘅話，記得俾翻個 like 條片同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仲要將佢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下集再見，拜拜。